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在公投前的最后一天，来到台南市议员谢龙介服务处，先向支持者宣讲公投4项拢同意，并在议员谢龙介以及台南市北区里长联谊会会长童晓云等人的陪同之下，做伙骑上宣传车，向沿路民众宣讲。美国猪肉要互入来，小猪肉无爱互入来，所以明仔载就是4个同意，顾咱的健康，生活就如意啦。赵少康针对总统蔡英文脸书反美猪公投的破文表达不满，认为总统蔡英文不应该安尼误导民众。总统不可以带头欺骗人。明明是反莱猪，怎么变反美猪呢？莱猪只是美猪的一小部分，可能只有20%。你把它扩大解释成反莱猪就是反美猪，反美猪就反美国。你是挑拨我们国民跟美国人的感情嘛？事实上不是这样，对不对？事实上真正反美猪是民进党政府。所以他才学校不吃，然后学生不吃，军警不吃，运动选手不吃，就554万人不吃。真的反美猪的是蔡英文了，还有那个3阶也是嘛，只是要3阶迁离，不是不要盖3阶。那你一定要把拒绝这个3阶盖在藻礁，破坏藻礁，讲成拒绝3阶，你这个是太坏了，我觉得这很不对的，这是误导，这是欺骗我们的这个国民了，不应该这样子。呼吁蔡总统应该把你这个脸书下架，重新改过。我们是反莱猪，不是反美猪了。大家明天就见真章嘛。台湾人会不会为他的身体健康勇敢的站出来，就看明天的投票。赵少康嘛表示，新北市是全国上大票仓。根据民调显示，新北对着公投的表态上低。对此，伊也询问过新北立委，知影讲是因为新北市长侯友宜无表态。赵少康认为维持中立不要紧，但侯市长应该下令民政局长、副理长以及理监事宣导公投，不管是投同意或者是不同意，拢应该鼓励民众出来公投。赵少康嘛拜托侯市长会当伫最后一天，积极下令各区里以及理监事鼓励大家出来投票。台南新闻赵秀维采访报道。